神的爱上下册这一卷书里面所写的里面所引用的莫瑞前尼的读经表，计划将2年的时间把旧约读完一次，将诗篇、箴言还有新约读完2次，并且呢，那时候有超过150位的弟兄姐妹报名参加，好来购书。而在这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也开始认真来读圣经，并且呢，希望能够利用2年的时间，能够把圣经读完一次。但是在这过程当中，2年的时间下来，也发现要持续的读圣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到今天仍然持续在进行，并且到今年年底就能够把圣经来读完。相信读圣经并不是为了别人而读圣经，相信读神的话也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个目标，或是当成一件事情来读。读圣经是为了更要认识神。而我们在今年开始，2010年初，我们也开始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来增加每一周的金句。在我们周报里面，甚至也插入了每日读经记录的栏位。所以我们从年初开始的以斯拉记的第1章开始读。如果你有持续的话，读到今天已经进入到撒迦利亚书的第6章，而且呢，即将在2个礼拜之后就要将2年读完圣经，甚至是旧约完全来读过一次。在整个今年所读的范围当中，从以斯拉一直到撒迦利亚，接着马拉基，我们可以看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也就是在以色列当中一段非常混乱、非常复杂的历史。但是这段混乱又复杂的历史，却是跟今天的我们是息息相关。第一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从亡国到亡国。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之后，他们期盼了好久，等了好久，终于以色列有了自己的王扫罗王，有了自己的国，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但是这些王这些国若不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这些国在整个旧约当中让我们所看到，就是这些王国都将如昙花一现，甚至到最后完全的被消灭。我们也看到在这段历史当中，他们从归零到归回，面对在亡国时期这段混乱又复杂的时期当中，不论是从上到下或是从下到上，人民严重的罪恶败坏，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和行为，神借着先知来警告，甚至就如耶利米所说的，要进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栽植和建立栽植。这段时期让我们看见人努力想要来用人的方法来维持他的信仰，用人的努力来维持他的宗教，到最后一切都是徒然。但是唯有神的能力，神说要拔出、毁坏、拆毁、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唯有神的能力能够来成就这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灭国之后，他们也在神的预言之下70年后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所要学习的却是建造圣殿，而这建造却是从外殿到内殿。当他们归回之后，汲取教训，不敢再离弃上帝，所以他们赶紧恢复圣殿的建造，重建圣殿。但是这个工程却遭到波斯王的拦阻，这个工程甚至没有办法完工，甚至停工16年。这让我们也看到，若人追求的信仰只是在外面圣殿的建造，把教会礼拜堂盖得很大，但是却没有内殿祈祷的建造，却没有对生命的建造，这一切的建造都是枉然。没有追求内在心灵的重建，没有追求内心真诚的敬拜，这些建造的工程都只不过是短暂，不能长久。而第4个，我们也看到从4篇的信息到8个异象，在他们重建圣殿被迫停摆这个工程当中，老先知哈该出来呼吁以色列人，他用4篇的信息，短短2章里面用4篇的信息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再顾自己的事情。以色列人，你们自己住在豪华的房子，有天花板的房子，但是神的殿却连屋顶都没有，遇到刮风下雨都要漏水。
所以老先知出来呼吁以色列人要赶紧起来建造圣殿，否则上帝所赐的干旱就是一个警告的前兆，是一个警告。而年轻的撒迦利亚先知接连宣告8个异象，在这8个异象之后，也宣告在500年后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便是撒迦利亚他所看到异象当中8个异象当中的第6个飞行的书卷。到底飞行的书卷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从过去、现在和未来来区分。飞行的书卷来自过去，从整个过去，从整个圣经，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历史当中，神的话语一直是供应着我们。神的话语它不但是供应，并且神用话语来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渊面，神说地和水要分开，陆地和水要分开，就分开；神说要有树，就有树；要有走兽，就有走兽。神用话语创造，神也用话语赐下生命。神赐给人生命，赐给万物有生命。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也是在申命记里面所提的。神用他的话语来医治，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一把2刃的剑，可以把人的骨节与骨髓、灵魂与骨能够切开，甚至能够剖开刺入，能够医治。神的话语能够保护，像是圣灵的宝剑，能够灭尽那恶者的火箭，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来保护我们。神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身份，因为神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所以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成为神的羊，我们跟神有了关系。而神的话语也命定了我们永恒的价值，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于教训、于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产生不一样的意义，并且有了永恒的价值。从过去来看，飞行的书卷圣经神的话不断在供应我们，而人的回应是什么？人对神的话语的回应是我们所要去学习的。当亚伯拉罕听见神的话，他回应了，他成为信心之父，他也成为多国之父。当摩西听了神的话，他回应了，所以他去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当这群士师听见神的话，他们回应了，所以他们勇敢的出来征战，来拯救以色列的民族。当大卫听见了神的话，他回应了，所以他建立了以色列国。当先知们他们听见神的话，先知都回应了，所以他们向列国、向犹大国、向以色列国来发出各样的警讯和警告，呼吁百姓要悔改转向神。诗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又说，你的话将我从死亡中救活。约翰福音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当神说话，当飞行的书卷来到时候，你是否回应？神不断在供应，但是回应的人却是有限。当上帝在说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听？如果你听见了，你是否有所回应？飞行的书卷不单单是神的供应，也需要人的回应。第二，飞行的书卷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可以从今天台湾的现况，特别是几个严重的问题来对照圣经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今天的台湾是一个 M 型化的社会，贫富的差距超过66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钱的人他可以一口气买下9间的地堡，没有钱的人他却是在地上住在地上，怎么住都吃不饱。我们看见，当北国以色列他们灭国的前兆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扩大，富人用一双凉鞋的钱卖掉了穷人，富人连穷人头上的灰尘都不放过。在阿摩司书里面，在弥迦书里面，都在反映这样的事实。而我们今天，你是否看见？你是否读见？你是否也听见？神的话一直在显明。第二，我们看见青年的生产力降低，贫富差距不只有在贫跟富之间的差距，
也在上一代和这一代，甚至下一代之间来展开。今天台湾的社会的财富都集中在上一代，权力集中在上一代。今天台湾给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不只是台湾，甚至我们可以对照全球。今年法国的大暴动、大停工是来自于暴动学运。为什么学运停工？是因为他们要求国家要订定退休的年龄要延后2年，甚至最近的英格兰的大暴动也是要求要调涨学生的学费。今天的政府、今天的社会给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年轻人一直读书，国小读到大学还不够，还要继续念研究所，研究所念完还不放弃任何再进修的机会。但是叫他去找工作，不是他不去找工作，而是他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理想的工作。没有工作不敢结婚，不敢结婚就没有生小孩，生了一个小孩不敢再生第2个，因为都怕吃不饱、穿不暖、养不活。在就业当中，我们看见神用相反的方式来反映这个问题。神让先知何西阿，他不但去娶了一个淫妇、淫乱的妻子，甚至还要他跟他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按照今天画的名字，就是被驱赶、不蒙恤、蒙连续、非我百姓、我的百姓，这5个孩子。神要何西阿去生这5个孩子，正是要凸显这个问题，就是上一代和这一代之间不公平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有家庭不彰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台湾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年轻人越来越晚婚，越来越晚生小孩，越晚生出来小孩子所可能引起的问题也越多。第3，今天我们看见在台湾教会工人的流失。在上个礼拜我们的核心同工退休会，大家在关切一个议题，就是我们教会这2年，江南教会这2年，我们流失了非常多的同工，特别在年轻人当中。做了一个统计，这2年流失的服侍的年轻人，有在服侍当中的年轻人流失掉了将近40位，而这40位它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是这些工人服侍的人，他们可能为了读书，他们可能为了工作，他们为了家庭，他们必须要离开服侍，甚至离开教会。有的出去之后他会继续服侍，他会热心在另外一个地方服侍，但是大部分的当他们离开之后都是冷淡，都是退后，在信仰上面都是裹足不前。我们开始看到断层的问题，也想到传承的问题。当教会有了断层，当教会不再继续传承，这个教会要如何复兴呢？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以利亚，当他在加密山上大战400多巴力先知的时候，过没多久，耶洗别要追杀他的命，以利亚躲到山里面，向神抱怨说：“神啊，你看，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神却回应他：“我已经在这个国中预留了7000个未曾向巴力跪拜的。”所以当以利亚他听到这话之后，他立即就去传承，他马上就离开那地方，去找到了以利沙，并且带领了以利沙成为他的接班人。我们看见传承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来不及。如果我们若不传承，我们传承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这断层的速度、流失的速度。在旧约当中，我们看见许多的先知不断出来警告。这一年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先知不断出来警告，你却看到在这些警告声当中，很少在不论是北国以色列或是南国犹大，很少的人忠心在圣殿的服事，很少的人出来宣讲上帝的话语，很少的人勇敢出来做社会的改革，做国家的改革的服事。只有先知在警告，其他这些的信徒在哪里呢？其他这些做工的人在哪里呢？都被种种的原因流失，产生断层。第4，我们看见是国家主权的沉沦和失丧，这是台湾今天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以色列在旧约当中早已出现，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所面临的国家的问题，来自于埃及人，来自于亚兰人，
来自于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他们来自这些没有信仰的外邦国家的摧残，甚至以色列的国王当中，有几个就开始玩起外交的游戏，联合外邦的国家来去攻打另外一个外邦的国家，或是抵挡另外一个外邦的国家。这个外邦的游戏越玩越大，玩到最后辱权上国，连国家都没有，自己的眼睛都被挖出来，被锁链捆绑，被带到异族去。台湾这400年来所面临的也相同的情境，西班牙人、荷兰人、明朝人、满洲人、日本人、中国人，甚至到最近我们还有哈韩，不是只有年轻人在哈韩，连教会也跟着在哈韩，好像一切都必须受着外国人的引导和带领。台湾的目前的外交一直都不过是一个金钱的游戏，用金钱建立外交，并没有真正的友情，并没有真正实质的关系和情感。所以台湾不断被出卖，台湾不断被背叛，但是台湾仍然不放弃金钱外交这个游戏。再过2个星期不到，台湾要庆祝所谓的建国100年，但是在庆祝建国这100年的时期，有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敢勇敢的承认台湾是一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连台湾自己的政府公务员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你又如何去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承认台湾是一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呢？第3个，飞行的书卷飞向未来，指引我们未来。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有许多的先知，他们扮演启示的角色、末世的角色，他们宣告未来的信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他们都有浓厚的末世观，甚至撒迦利亚书就被封为旧约中的启示录。从整个旧约当中，上帝也不断在启示，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书卷，让人看见了未来。摩西颁布了律法，奠定了400年之后建国的基础。约珥的预言应验了250年之后，国家要遭受毁灭。耶利米他宣告了70年之后，你们要被掳，但要归回。哈该他宣讲过不多久，这圣殿要重新建造起来。果然4年之后，这圣殿就建起来。尼希米用52天来带动圣殿城墙的建造。这一切并不是人发起，而是神带动。神早就已经启示，神早就已经发出了预言。上帝要做的事情，岂不是早就已经告诉他的子民？到今天也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也透过圣经告诉他的百姓。更何况我们不是只有旧约，只有先知书，我们有完整的新约，我们还有真正的启示录。而在这当中，上帝飞行的书卷所要带领我们引导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真正的拯救。只有耶稣能够真正的拯救。今天我们所期待拯救，可能是希望老板给我加薪；今天我们所期待拯救，希望是银行可以降低我的利息；今天我们希望的拯救，希望我们能够出国，能够更方便，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是这不是神所启示的。神所启示的是，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以赛亚在700年前就宣告了耶稣的诞生，耶利米在600年前就说明耶稣要带来医治，撒迦利亚在500年前就表明耶稣他将要被弃绝，而马拉基在400年前他就已经看见耶稣所要带来的翻转，所要带来的改变和拯救。这一切都是在几百年前，神就已经开始对他的百姓说话，而这些百姓到底听见了吗？到底明白了吗？而今天，耶稣他不仅已经诞生，耶稣不仅已经医治，耶稣不仅已经被钉十字架，甚至耶稣不仅已经完成了拯救，都已经过了2000年。我们还需要其他的拯救吗？我们还需要靠其他的方法才能够得救吗？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
回到神的话、神的心意。福音传到台湾已经145年，台湾的社会还在迷信，还在算命，还在看风水。台湾的社会还是普遍存在着各样的这些的迷信的思想。到底耶稣基督能不能拯救台湾？第三，唯有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在旧约当中，神早就已经透过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儿女要说预言。凡有血气的都要被主的灵所浇灌。过了几百年之后，撒迦利亚也出来宣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已经提醒说，神要浇灌他自己的灵，并且清楚地指明，这个灵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要去依靠圣灵，方能成事。今天五旬节，圣灵降临，都已经过了1900多年。圣灵来到这世上，圣灵的工作已经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不断在运作，不断在运行。而你感受到了吗？你看见了吗？你抓住了吗？你有让圣灵来浇灌，有依靠圣灵了吗？唯有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第四是地上的国和上帝的国。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大大小小的先知，他们都不断地警告这些地上的国家，要建立天上的国家，也就是上帝的国。先知西番雅就强调，唯有民族要独立、要自主，是奋斗的目标。不要再依靠这些的外权，不要再想要一边一国，不要再想要取得别的国家的资源。唯有依靠上帝，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哈巴谷、弥迦、阿摩斯，他们都如此的强调，甚至神用约拿和拿红书来警告尼尼微的例子。当尼尼微他们不依靠神的时候，他们最终要被消灭。尼尼微是当时地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都，但是一个地上的国，如果他没有上帝国做中心，这个地上的国家到最后要被彻底的消灭，完全的被除掉。所以从结论来看，这飞行的书卷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带领我们到未来。我们怎么样和这书卷一起飞行？第一，我们必须为了神的爱，立志来读圣经。在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当中，其实是过去这一年读圣经当中所记录下来综合的浅见。但是在过去这一年，从读的先知书、历史书当中，看见神的爱，也看见神的恩典，一直没有减少，反而是更加添。对我们一般的信徒来讲，你靠听讲道绝对不够。今天你听了一篇的信息，听了一篇的讲道，你就希望生命有所改变，希望未来会更好，那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学习去读圣经，你必须要立志去读圣经，去灵修，去听上帝的话。第二，我们要与神的书卷一起飞行，要学习依靠主圣灵。当我们依靠主圣灵，在神无难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不论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不论是年轻人工作就业未来的问题，不论是教会流失的问题，甚至是国家的问题，当我们依靠主圣灵，在神无难事。阿们吗？特别是年轻人，当教育不给你机会的时候，公司不给你机会的时候，社会不给你机会的时候，教会总要给你机会，神要给你机会。所以年轻人更要勇敢地回应神的话。当你听见神的话，你要做出回应，否则你就是将和这世界和这地上的国一起沉沦，一起消失。第三，要掌握神的话语，迎向100年。
掌握神的话语，迎向100年。台湾一直在寻求自主，一直在寻求独立，但是台湾百姓所用的方式总是依赖选举，希望选举下一届会更好，选上了会更好。台湾并不需要这些会选举的领袖，台湾也不需要这些会造势的领袖，台湾也不需要这些会包装的领袖，台湾不需要这些的领袖。台湾需要的是勤读圣经，台湾需要是勤读神话语的基督徒，由他们从神的话语来带来改变。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建国即将要迈入100年，但是在这100年当中，台湾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伤痕累累没有名分的国家。在这100年当中，政府和民众和百姓当中有了很大的对立，而在这最近几十年当中，甚至10几年当中，人民的自觉和觉醒带来很多激烈的手段，带来很多的高涨的意识，带来很多意识形态的对立。但是对台湾有更好吗？对台湾有更大的帮助吗？在台湾所要面对下一个100年，又会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很难去知道，我们很难去看见。但是只有神的话能够到永永远远，因为神说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最后我们要从101带动教会的新贝家。在教会这145年来，145年前，台湾来了上帝差遣了2个宣教师，南部的马雅各，北部的马街，来改变了台湾，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而在45年前，长老教会推动了贝家运动，让整个长老教会倍增，信徒人数也增加，而长老教会成为台湾基督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派。而再过了5年，2015年，我们也有许多贝家的目标，像长老教会期待在2015年台湾宣教150年，信徒能够增加到30万人，教会的数能够增加到1500间，能够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派出去。但是这一切都是从101开始，从你和我开始，不是只有这些的人，让这些全职的人，让牧师他们去101，让中会他们去做传福音，让总会他们去关心新贝家，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甚至不是只有单单长老教会，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一同来参与，一同来回应，因为这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神不变的心意，神一直向我们所显明的。今天的问题思考，我邀请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思想，从神的话和神的灵，我是否领受到神的爱？我可以与谁一起来101的分享？在这个礼拜的祷告会当中，见证会当中，李明进长老他也上台见证分享，从他母亲过世11月份到12月份1个月当中，因为他母亲的过世，但是他却意外的带了5个人决志，带了5个人向5个人传福音，并且邀请他们决志。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也意外的跟2个青年在谈话，而在跟这2个刚来教会的青年谈话当中，这2个青年我也带他们决志。我们可以发现，带领人决志，当你是意外的、没有刻意的，都可以很容易的让人决志。更何况，当我们计划、我们决定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向人101，我们更加神的灵更加能够帮助我们，带领人能够来信主。所以现在让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在我们周报的地方可以写下来，你要在未来当中，你要向谁来传福音？在未来当中，你可以向谁来101？你可以向他来做见证，并且就为这些人来祷告。请我们把它写下来，不要只是放在你的心中，不要只是放在你的心上，而是要写下来。就像神对先知所说的，你所听见这些话，你都要写下来。让我们写下来，并且来做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都是福音所结出来的果子。主，你要我们多结果子，要我们去传扬福音，要我们去完成你的大使命。主啊，我们身边还有许多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有许多的同事同学还不认识主，在我们所住的社区当中，还有许多的邻舍邻居，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主啊，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依靠主的灵来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能拯救，让他们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得到生命，并且是更丰盛的生命。祝福在我们所写下来这些名单当中，这些对象当中，未来这一年，上帝你带领他们来认识，开启他们的心，来听见福音，预备他们的灵魂能够得救，在上帝的生命册当中被记录下来。献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二，让我们继续来思考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来迎接新的一年。过去2年，我们用为了神的爱，还有过去的10几年，我们一直在用每日新眼光的灵修，甚至我们从今年推动的背金句，到明年我们继续要推动背金句，等等这些对神话语的认识，对神话语的追求和学习，我们可不可以开始就来预备？很多人都会等到1月1号那一天，或是到跨年祷告会那一个晚上，开始向神做很多的立志。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等到1月1号？我们今天就把它写下来，今天就把你的祷告来向神说神啊，我要看重你的话，在未来这一年当中，我要预备跟你约会，跟你更多读你的话语。现在就做预备，你可以在你周报空白的地方写下来你的立志，然后为你的立志向神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这里要学习，在这里要在你面前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来立志。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你用你的话语将我们救活。主，你用你的话语提升了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生命的形象，生命的价值，提升我们生命的意义，提升我们生命，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志，要来专心寻求你。主啊，你说专心寻求的，就必寻见。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增添智慧，从你的话语当中增添你的能力，增添对你的认识和知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现在就开始立定心志，要在未来的1年当中，要更专注，预备自己，要来勤读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背诵你的话语，使用你的话语，宣告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成就祝福在我们未来1年当中。献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3，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100年祷告，过去的100年祷告，也为未来的100年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过去的145年祷告，也为即将来的150年祷告。我们所祷告的不是按着人的意思，而是按着上帝的意思，盼望上帝的旨意成全。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坐在我们的位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我们要在这里为我们的国家来向主献上祷告。主啊，城池若不是耶和华所固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房屋若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主啊，求你来祝福在我们的台湾，在我们的国家。主啊，过去这100年当中所走过，主啊，许多的血泪的痕迹。主啊，求主你来擦去这一切的眼泪，主啊，来医治这一切的伤痕。因为唯有主你自己能够来医治，你自己能够修补。主啊，祝福台湾在未来的这100年当中，主啊，能够走向国际，主啊，能够走向独立，能够走向自主，能够走向公义与和平。主啊，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祝福我们的国家，能够我的元首的领袖，主啊的百姓都能够来认识神的话，都能够来遵行神你的旨意。主，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主啊，不再看见流失，而是看见，主啊，有更多的人要涌入，更多的人要加入。主啊，要来服侍，要来建造教会。主啊，如同以斯拉呼吁百姓，主啊，宣布律法书。主啊，如同尼希米呼吁百姓起来建造城墙。主啊，如同各个先知，主啊，他们传扬神的话，教导百姓来遵守。主啊，如同约西亚王来推动宗教的改革。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长老教会。主啊，在未来这5年的新贝加101的运动当中，主啊，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每一个信徒的参与，能够带领人，能够分享，让更多的人听见福音，让台湾这个土地上有更多的人能够觉志，更多的人加入教会，来服侍主，来传扬福音。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祈祷。从你的话语，主，我们看见过去，看见现在，也看见未来。主啊，让我们在异象当中，主啊，坚定的相信，主你必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施行拯救和审判。主啊，让我们在异象当中坚定的倚靠圣灵，依靠你所浇灌给我们的圣灵，来行神你所要我们所行的事。主啊，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迷路，不是他看不见，而是他没有听见神的话。主啊，人饥渴不是没有水，不是没有饼，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主啊，我们看见台湾的百姓的饥渴，主啊，我们看见下一个世代的饥渴。唯有神你的话是生命的活水，喝了必定永远不渴，吃了必定永远不饿，还要再吃。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着这书卷一起飞行，跟着你的话语一起来成就神你所要成就的。愿主你的灵引导我们，特别在这未来的1年当中，我们能够谦卑谦虚的来与主同行。这时候，主，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成我们信仰的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